提起海洋山上嘅惠福松柏，好多人都會嫌棄佢舊，但係識欣賞嘅人就會覺得佢越舊越好，就好似極品嘅陳皮同埋威士忌，佢哋睇埋地積比。3年前我成交隔離嘅單位，我話後面塊地會起公園同博物館，而家落實咗不止於此。左邊塊地會起國際藝術表演中心，右邊塊地會起國際當代美術館，遲啲仲通埋輕軌，真係路通財通。近年好多人揾北水南山嘅單位，呢個單位唔係向東北，亦都唔係向西北，佢係向正北嘅。單位原跡冇改過間隔，3個房間同客廳，同一個景觀。我哋睇咗客房先。客廳嘅小陽台，最後一間客房同埋廚房都係坐南，見到靠山。海洋山上面4棟住宅，加埋124戶，戶戶都係3000尺，個個同你同身份。呢個單位唔賣價錢，賣價值。有鎖匙，歡迎約睇。我係中原地產 Carmen，Thank you。